為落實台灣軍型發展政策，實踐國家多元協成發展。16號上午，在大台南會展中心首度登場的2026軍型台灣周展覽內容涵蓋人才永續、綠能循環經濟、甲地方創新三大主軸，將會為民眾帶來全方位的展示內容。均衡台灣周的這個展覽，事實上結合了很多，包括產官學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，包括經濟部、環境部跟農業部，那地方政府台南、嘉義等等。這些我們都齊聚了一個非常共同的目標，就是希望讓台灣在環境上能夠更均衡。其實，在產業發展上，我們已經兼顧了地理上的均衡，也就是南北的產業均衡，包括高科技的發展，竹科、中科、南科的發展，尤其南科的產業非常高歌猛進的一直在發展。但是呢，對於環境友善的部分，南部做的也非常好。那每年的晴空天數已經大幅增加，那空品以及水質的改善也都大幅躍進。所以呢，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借着這個均衡台灣周，能夠借重其他縣市、借重中央部會的經驗，能夠幫助我們南部有更好的一個發展。展場上大亮點之一是國科會展出13公尺火炬1:2的實體模型，以及多項關鍵零組件，透過實體展示甲互動體驗，帶領民眾近距離認識太空科技在咧通訊、導航以及產業應用上的發展成果，吸引不少民眾翕相讚聲。我們支持的不只是讓南方的經濟更加的蓬勃，讓南方的城鄉發展找到特色，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升級，更重要的是在均衡台灣的願景下，共同建構一個更有韌性、更智慧、更永續的台灣。軍型台灣周不僅提供中央甲地方交流的平台，更串聯產官學研以及地方產業新創團隊，促進跨域合作甲資源整合，也象徵軍型台灣願景。為南方出發，向全國延伸。展覽為即馬開始到18日，在咧大台南會展中心展出，全程是免費入場。主辦單位邀請民眾把握機會前往參觀，深入了解台灣軍型發展、地方創新以及科技創新的上升的成果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